大家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我们这一期的戏剧大舞台，我是钱云。今天呢，很高兴又把我的老搭档评话名家吴新博给请来了，欢迎你，新博。钱云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朝上来侬个态度是蛮好，但是我要问问侬啊，最近大舞台侬看伐？一期不落，期期侪看啊，是不是啊？跟侬讲讲看，最近阿拉来讲啥么子？最近大舞台辣海介绍各个院团的青年演员，对吧？我非但关心，我还有实际行动啊。啥个实际行动？今朝呢，我拿阿拉上海评弹团的5位优秀的青年女演员，我们团的5朵金花也带到了大舞台。漂亮漂亮，5朵金花，你看个个都是美丽知性。对，不过喜云啊，你不要看他们在舞台上光彩亮丽，其实在生活当中，伊拉个压力是蛮重的，他们有自己的苦恼，有自己的酸甜苦辣。那今天我们这期大舞台呢，就让我们走进上海评话团的这个5朵金花，来聊一聊台前幕后的故事。这里边年龄最大的应该是周慧是吧？是里边的大姐啊，入团最早。侬是啥地方人？我是上海人。哦，侬是上海人。哎，对。哦，但是侬是苏州评弹学堂毕业的，是吧？哎，是的。那个辰光因为上海还没开班，所以就先到苏州评弹学堂去学习个评弹。3年读好之后，就顺顺利利的进入了上海评弹团。周慧有一位名师。就是沈世华老师。对的，他的老师是沈世华老师。那么周慧到了阿拉团里向以后呢，是带团里向的我的同班同学叫毛新林老师拼档的。是的。应当讲毛新林老师也是伊个一半的半个老师。对个，一点不错。周慧跟了伊，可以讲是一路非常顺利走到今朝。是的，是的。是个飞跃是吧？对的。找到一个好搭档，艺术上得到了飞跃。对的。那么他的演唱特点是什么呢？周慧比较稳重。他的演唱风格是比较细腻端庄。阿拉搿能介好吧？接下来就来听一段周慧为大家带来的《咏梅》。心
锦花是上海人吗？啊，我呢有的一半的血统呢是上海的，还有一半是啥地方人呢？还有一半呢是启东的。搿么侬启东闲话讲两句吧，来听听呢。好的，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上海平台团的，我叫陆锦花。哦，你讲的老好。开心来OK我爷。哎，那个，我记得陆锦花前不久来参加我们那个师傅领进门的，是吧？节目，当时还说呢，就是为什么起了陆锦花这个名字，是因为外婆喜欢那个越剧的艺术家陆锦花老师。对，因为我的父亲呢姓陆，外婆呢喜欢听陆锦花的流派，所以呢我就叫陆锦花。哎，那还好伊拉爷姓陆，伊拉爷姓戚呢，就叫戚亚西。搞来侬，那么侬是上海一个学个平台，还是苏州学个平台？啊，我是苏州平台学堂毕业的。哦，先呢是进的是苏州平台团，后头呢2010年的辰光呢进了上海平台团工作。当时阿拉也是观察电视台金榜大赛，阿拉搿个里向3位侪是金榜10佳，陆锦花、朱琳、周慧。随后陆锦花因为金榜当中搿个好的成绩呢，阿拉上海平台团就看中了，就拿伊从苏州平台团调过来了。搿么人家勿肯放的呀？勿肯哦，一开始他真的勿肯放，后来做交关工作，搿么人家也就哪讲下去大气，讲平台一盘棋嘛，是㑚上海平台团，陆锦花就把㑚调得去了。勿容易，勿容易。将来伊讲阿拉苏州平台团看中㑚上海平台团啥人呢？那也要把他调得来个。哦，交换。我听到个消息，我开心了不得了啊！侬开心点啥啦？我一定要到苏州平台团去。我对伐？就一家头坐了火车到苏州平台团去了。跟我讲哪有个意思？搿么拿我调得来了。你讲头发罢了，年纪也太大，要退休了，侬就上海平台团登登吧。太虎。哎，陆锦花现在的搭档是谁呢？啊，我是带上海平台团的副团长高博文先生。高博文一道拼档。应该讲，伊搭高博文搭档以后呢，应该讲艺术高头还是有了非常大的长进。对。哎，那么陆锦花机会难得，为大家表演一段，好吧？据我所知呢，朱琳是里边唯一一个不是苏州平台学校毕业的，是不是？是我们上海平台团自己培养的。自家培养的，我是97年进的上海戏曲学堂平台班，那么学制3年之后呢，进至上海戏剧学院，戏曲舞蹈分院评弹专业。朱琳应该讲是，我觉得伊最大的特点就是女性的演员当中，伊比较全面。哦，伊上手也好做，下手也好做。哦，多面手。哎，那今朝侬不相信呢，叫伊展示一下他的实力，好不好？好啊，朱琳唱一段什么？那么接下来为大家带来一段曾志他当中的戏曲《张台扮戏》。啊，谢谢。家里的礼也恭喜谢祭，后续催进。我是陈良生。
谢燕呢也是毕业于苏州平潭学校的，对。但是她的家乡是哪里呢？请她用方言来说一说。我是无锡人，无锡人是吧？对，无锡人。嘉义有个老大的特点，就是你看她非常端庄，对吧？一看就是那种苏州美女，对吧？但是嘉义实际上是个很诙谐、很幽默的人，是不是啊？我举个例子啊，有一趟阿拉团里向演出，我台高头讲了一句俗语，阿拉讲刚硬强的腐蚀石。其实搿句闲话字面高头听听好像蛮难听的，其实个意思老好的，就是讲无锡人做生意老能干的。侬刚硬去批发个强个桃子到无锡去卖，侬是蚀本的。我正好讲到一半个辰光，他已经下台了，只看见伊拿了只琵琶从侧幕又走上来，讲吴老师啊，我是无锡人呀。当时下面效果怎么样？效果非常非常好，特别好，所以非常幽默。你随机应变。你这两个无锡人来里的人，那马上就做起来了，是吧？所以嘉义搿个谈话的性格，其实也搭在台浪向的，非常风趣幽默。当年辣海金榜比赛当中，李克一靠一句成名誉为师，里向表演的不是一个大家闺秀。哦，是什么角色？而是你上片里向的一个喜剧人物。有部上片叫《杨乃武与小白菜》，里向有个人物是小白菜个男人的阿妹，叫葛三姑。她是个有点傻傻的女孩子，傻大姐的那个形象。那不相信，叫伊去去的。哎呀，你非是敢讲，人家你为人个呀！你没活得出哦，所以它的特点就是亦庄亦谐，是吧？可塑性很强。那么今天带给我们一段什么呢？那今天就装个大家闺秀，然后唱一段奇调，叫《秋思》。吴笑云是吗？也是苏州平潭学校的毕业的。你是几年进团的呢？我是2006年毕业之后进的上海平潭团，也有8年了，是不是？听说你现在在和那个秦建国老师一起合作，对，搭档一起带我玉蜻蜓是吧？玉蜻蜓啊。吴笑云在我的心目当中一直是一个小旦。譬方讲，我认为吴笑云最适合的角色就是像类似于这种红娘娇俏可爱的。现代戏里面，比如说明凤，我觉得是邪气搿个合适伊的。但是我对吴笑云印象的深，对吧？倒不是舞台上的东西，我是印象最深的。生活当中，她的一头长发。那我看一下，他现在不长，现在不长了。侬问伊头发最长的辰光到啥地方？最长的时候到脚踝那边。基本上要及地了，是吧？哎呦，那么长啊，是不舍得剪。长到啥个程度？他是平潭学校毕业的，我也是平潭学堂毕业的。有一年我们平潭学校的历届的毕业生到北京去汇报演出，然后很巧，我们坐火车去的，他是就是第3个铺最高的一个铺，我是最后一个铺。
结果我看到半夜里，我一下子觉得一片头发，辣海我的上铺门上飘。恐怖片。对的，对的，对的。第二天他就说了，这个他们说这个人叫吴孝云，所以我一直记得个。后来到团里向，我就晓得长头发到了团里向了。那个时候很喜欢自己的长头发，也不染不烫，保护得很好。那后来怎么咔嚓一下剪了呢？长发的话，对于平台演员来说，造型什么各方面也比较麻烦嘛。长发的牵挂是剪了，但是对于那个评弹的牵挂是永远在的。对对对，我非常爱评弹，非常有感情了。好，那么今天怀着对评弹的这份爱，带给大家一个什么节目呢？我唱一个沈世华老师，苏州第一家里面的《山塘河》。我们在讨论节目的时候，吴孝云一直在纠结唱什么，最后还是决定唱一段阿拉沈世华老师的代表作。其实他对沈世华老师一直是非常敬仰，一直有这么一个心愿，想成为拜他为师，对沈世华老师的学生。但是这个心愿现在还没有达成吗？对对对，沈世华老师知道，他也知道，但是就缺少那么一个契机，或者说就缺少那么一个点。那么我想今朝的大舞台栏目啊，机会难得。虽然沈世华老师不在，我相信他有机会一定会看到这期节目。那么吴孝云也是想通过这么一段唱来跟沈世华老师汇报。沈老师，如果讲侬觉着这个学生子还可以，这个小姑娘值得侬收为学生子的闲话，你就收了她吧。沈老师一定会被你打动的，好不好？全力以赴吧，来。今天五朵金花还请来了他们的好朋友前来助阵，他们会是谁呢？一定让你意想不到。金国啊，看起来呢这个朱琳啊人缘很好。你看呢，今天不仅有那个他的同学搭档，对吧？作为好友前来，哎，居然把那个著名笑星潘前伟也给请来了。说明朋友多啊。哎，朋友多。已经不行了，照理讲请我一家头就可以了。那侬这个讲了，我不无心了。是我位置也不对，陆家伟当中一种看得出的，伊心里想只有他没有我了。我阿拉再调调好了，调阿拉老婆要没有我，只有伊。潘前伟啊，侬这个错吃了没名堂嘞。哦。伊拉既是同窗又是同事，一道17年了，我跟侬讲。而且今年是伊拉10周年纪念。哎，拼当10年。拼当17年。那么你说说你眼中的朱琳嘛？她外形看上去其实很女人味的，但是她的内心是很坚强的，很强大的。女汉子。对。阿拉两家头拼档到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啥么子？就是很多的事情啊做不了主，左右摇摆不定。搿个辰光是志玲做个主。喜云啊，我这深有体会。他们马上要在11月份跟12月份要举办他们合作10年的一个专场演出了。订节目单的辰光，我就深深的感受到陆家伟一直是摇摆不定的，最后拍板的侪是志玲。那么还有一位潘前伟。实际上呢，阿拉认得呢，侬几年啊？17年对吧？
哎，对啊。那认得10年。在拼档10年。我就是辣侬拼档前头，我就帮伊这个拼档了。拼档了。但是阿拉拼档呢，不是这个拼平台的，对吧？阿拉拼啥么？就是搿辰光，喜剧频道有的只原来家门。我呢，情景剧，我想起来了。搿辰光是李佳耀老师，对，还有潘基伟，我是讲伊啥么名字已经忘记掉了，反正我也就是讲，就讲一直在暗恋他，但一直被他拒绝的，但是一直是缠着他，就这么回事。那前后合作了大概有1年吧，有吧？不止啊，有2年多吧。哦，你2年多居然就一直被他拒绝吗？后来有没有那个在一起啊？就后来有没有在一起？不管是电视上还是生活中都没有在一起。问题是今天在一起了。今天在一起也是当中还有个人夹在这里。我也想讲个气。我特别想问一下潘前卫啊，因为朱琳她是一个非常优秀的、非常美丽的、知性的评弹演员，但是在演情景剧的时候，她是不是一个特别有喜剧细胞的女演员？首先呢，你刚才评价其他什么都没有问题，什么知性的这个好像装不上的。就刚刚伊拉叫我啥名字了，后来是侬已经讲了，刚刚啥人叫嘎喳，就是伊发出来声音了。所以呢，就是说，实际上呢，伊就比较直爽，13啊，就直率的，就直率这么这一个女，直率的这么一朵美丽的花，是不是？所以呢，她这一方面，她就真性情的在这个情景剧当中展现，她就不知不觉把她的幽默和喜剧的天分呢，就流露出来了。所以千云啊，我倒有个建议，就今天朱琳评弹肯定是唱过了，对，唱过了。那么接下来让伊展示一下伊比较熟悉的一面，好吧？比较喜剧的奔放的一面，好不好？今朝呢，我要考侬实功哪能？不是，搿用不着考，搿大家侪晓得个呀。我实功呢，刚好也不是老好，讲推板也不是老推板，但是随便哪能说个，对吧？比某些同志要好了。是吧？这个意思。我倒不相信嘞。搿么来看。试看啊。搿能介，我讲句闲话，侬跟我学。好啊。好吧。我几句呢？3句。只要学3句啊。3句。不要讲学3句，学3、8句也没问题啊，侬来。听好啊。今朝阿拉2家头为大家表演只节目。今朝阿拉2家头为大家表演一只节目，我练的动作也帮侬一样。我立了搿搭个位置叫上手，侬搿只位置叫下手。我立了搿只位置叫上手，侬立的搿只位置叫下手。侬讲错脱了。我没错呀。侬讲错脱了。我没讲错呀。哪能没讲错了？我哪能讲错脱了？第1句。今朝阿拉2家头为大家表演只节目。今朝阿拉2家头为大家表演只节目。第2句。我搿只位置叫上手，侬搿只位置叫下手。我搿只位置叫上手，侬这位置叫下手。第3句。侬讲错脱了。要死快了，侬讲错脱，搿是第3句啊。搿不就讲侬讲错脱了，我也要讲侬讲错脱了。搿当然了，侬要跟我学个呀。子琳，侬迭个勿作兴啊！阿拉难办带一趟节目，侬迭个属于拢送我，晓得吧？陆锦花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今天请来的这位好朋友啊，这是我的好朋友闺蜜啊，是我们上海市的中福会少年宫的钢琴指导于林记。哦，于老师你好。于老师呢是我们那个静安区的第1届静安英才的评选，然后认识的。后来呢，我们在交通大学的安泰经济管理学院呢开了班，所以我跟他是同班同学。我们在班级里面都亲切的叫他花司令。这啥？花司令。花司令为什么呢？是因为大家一起聚会的时候，你这我原answer。就可能我也搞不清楚，他们就叫我司令，花司令，女中豪杰是吧？那么今天你们2位要合作一个节目献给大家的是吧？对，是钢琴和琵琶的一个对话，叫《石库门外婆情》。讲起搿只节目呢，我还是蛮有发言权的。因为去年我带陆金花一道去参加了，就是上海市的小节目的展演，他带的就是《石库门外婆情》，他这个节目获得了优秀表演奖。搿只节目呢，我觉得是饱含着他对外婆的感情。所以伊是自家动笔写个词，弄个曲，所以搿只节目非常有意思。夜独行，唱不了外婆听，琵琶声声不用细点，夜
几般，我不再真心，相逢佳子飞，烈雨飞身呀，为百里儿孙能共度，身在了后台我那喊我不天呀天最分呀。今朝这几般金花刺上身，为把臂膀并得来手心，我不听我唱梨花落，樱花开，我不来听见呀。好，吴笑云今天也带来了一位好朋友啊，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是我的好朋友吴云欣，现在呢是上海音乐学院的硕士研究生。那你们之间是怎么合作的呢？我们是在那个透明思考组成的一个乐队。我们现在认识大概有5、6年了。对，我是差不多09年去餐厅有演出，然后认识肖云，到今天的话应该有6、7年了。对于透明思考，我还是有所了解的。他们是一个乐队，有很多人，他们完全是把民族音乐或者说把我们传统戏曲做成一种国际化的那种水平。新元素。对，它非常严谨，非常的那种细腻。那么我特别觉得就是讲伊拉辣海透明思考里面经常演出的一些改良过的评弹节目。我特别欣赏。对，伊拉的透明思考把它做得极其现代化。很时尚是吧？对的。让我们也今天来感受一下，好不好？对。神秘马我那英龙马灯儿高浪高可得知噻，可得知噻，西北风西北吴兴博啊，我万万没有想到啊，周慧的这个好友呢，居然是我们上海沪剧院青年团的团长洪立勇。没侬讲啦，我倒没想到。伊拉哪？我当洪立勇是老要好朋友，所以伊的周围哪能会得？侬从来不晓得，还是听他们自己说一说好不好？
上次我记得是世博会，对，世博会要有一个节目是洪团长作曲，那个时候还一起录音。啥演出是平台的演出？李昌，戏曲李昌，戏曲李昌。这位的声音蛮好听的，就是我有辰光平常我平台也听听，我觉着伊个声音比较像搿个平台里向搿个紫薇真的是调头。那到底作曲个老师？搿个辰光我碰到搿个洪团长辰光，我也觉着第一个抓我是伊个声音。我也是觉着伊声音老好听的，搿个辰光我就想，向伊要讨教搿个发声的方法，所以当辰光就老主动的，就是跟搿个洪团长一道留了悟通了搿个练习方法。就是说的那个互相欣赏的层面。那么真正艺术上的再次合作有没有？搿趟我有搿个机会，想请洪团长一道帮忙。我因为有3场主场，我就想请洪团长一道来助位。伊当吴丽云两家头要合作一道舞剧。哦，门叔叔。哎呀，今天能不能就来一段，让我们先听为快，好不好？那么既然吴老师啊，搿能介已经出马我了嘛，那么阿拉就来一段，好吧？小姐，请。叔叔请，门叔叔，出身家世何方便？下不雨来下不晴，我是本乡本土本地人。叔叔啊，小姐，真心大，要请教。儿童地旁本姓陈，那名娘是叫阿信，从小经过大门口儿西山的名，叫陈在庭。门叔叔，小姐，府上婚中有几位？上无兄，下无弟，三口苗几个同一根。辛博啊，这个眼前一亮啊！刚才呢，他们这个书台上穿上旗袍以后呢，是这个知性美丽的女演员，但是现在呢，都是青春靓丽的美女啊，很时尚，很年轻。对对对，我觉得这个是阿拉所有青年戏曲演员一个特点，舞台上是古典美丽，对，但是呢，生活中是时尚的、青春的，对的，是吧？对的，啊，所以我们也来了解一下他们生活当中的爱好。那么还有什么样的才艺，也请他们展示出来，好不好？我们从周慧开始吧。好的。周慧在平时除了评台，还喜爱什么？哦，我的爱好应该说还蛮多的。逛街呀，旅游呀，看电视。听听唱歌，最喜欢各种戏曲哦。比如说最喜爱的戏曲种类，京剧，京剧哦，国粹是啊。那么今天是不是要为大家献上一段国粹京剧呢？那是当然，要为大家带来一段《贵妃醉酒》。
前不久在《师傅领进门》里头呢，我们的陆锦花是唱了越剧陆派，对，有一鸣惊人啊，是吧？哪有啊？今天还露什么绝活给大家啊？既然叫了陆锦花，总归要唱越剧，不唱越剧似乎也对不起辜负了这3个字。对啊，平时生活中的爱好也是挺广泛的，但是总归所有的爱好，我觉得是离不开艺术。我觉得我的生活，我的生命。如果离开了这2个字，那就是非常的空洞。嫁给了艺术了。对，我就觉得，如果说生活中没有艺术，完全没有存在感。今天呢，表演情意绵绵的尹桂芳的尹派《洞房》。洞房悄悄进。从此我思索无尽，无心宽，三餐所外兰小雨，生我思杂句慢慢，也得人缘恩怨，凡中有情无次数，一鬓相思铭记呀岁。好，大美女朱琳的爱好是什么呢？其实我爱好挺多的，但是我蛮喜欢烧菜。哦，喜欢烹饪是吧？对对对，喜欢。最拿手的是什么？最拿手的有很多啊，就像上海人老欢喜吃个红烧肉。哟，侬又出奖了还有糖醋排条。吴兴国吃过吧？我吃过啊，这一小菜老好吃了啊。除了那个爱烧菜，还有什么爱好？我最爱的是我的儿子。你看他这几句话，我就觉得是不是录像的时候也会想起儿子来了？对，就像就是有时候挺晚回家的，就会想到，哎呦，儿子有可能在家等我啊，是不是每天都要跟他说那个睡前故事，他才会睡？对对对，他一直是吧？很缠你。妈妈给我讲个故事，我在睡觉。所以我们年轻的演员真是不容易啊！因为我刚生好我儿子之后呢，觉得我不会唱那个什么摇篮曲啊，因为我蛮喜欢听那个老上海的歌嘛。然后那时候我记得我抱着我儿子，在那边唱夜上海，夜上海，夜上。我很多朋友都说，哎，怎么唱这首歌哄你儿子睡觉？催眠曲《夜上海》。对，因为我觉得这个曲调又柔又软，又是上海那种很有情怀的那种歌曲，然后我就觉得这种歌，我也蛮喜欢的。好，我们就暂时当一下你的小宝贝，你就对我们一起唱这个好不好？好，我们一起闭着眼睛欣赏，来。夜上海，夜上海，你是飞渡月城。花灯起，车声响，歌舞升平，酒不醉人，人自醉。天空地错过了青春。萧瑟朦胧，催人心碎。大家归去，心儿碎，
这转动的车轮，换一换新天地，别有一个新环境，越走越生活如梦初醒。今天我对谢燕也有一点了解了，她在舞台上呢很端庄、很大气，但是呢她也很幽默的。我想了解一下，她生活当中有什么样的爱好？其实吧，虽然刚刚吴老师说，就是说在舞台上可能会有的时候挺幽默啊，但是生活中其实我很宅，平时在家就画画画啊，然后听听音乐啊，而且我喜欢听就是那种古典音乐，对，像比如说卡农，它只是一个曲样调式嘛，但是我特别喜欢，会反复听，然后在那儿画画，就会感觉特别舒服。平时在团里面，我也经常发现他会插着耳机，就一个人静静的坐在那边，对，他享受一个人的时间和空间，对啊。那么今天带来一段什么样的表演呢？这个是，今年那个亚星峰会是在上海举行嘛，然后金昆乐互怀。只有评弹唯一是一个独立的节目，而我呢又很荣幸参加了这次亚星峰会，而且是跟高老师我们高团一块儿合作，所以我觉得很荣幸。但是呢，因为场地关系不能就是在现场表演给大家看，所以呢，没有关系，我们那个强大的节目组，我们给你找到了这段录像。我们把这个录像找到了以后呢，我们给观众播放其中的精彩片段，来个情景再现，好不好？吴笑云刚才呢和朋友们带给我们的摇滚评弹很精彩啊，耳目一新的感觉。那么生活当中还有什么爱好、兴趣？生活当中我比较喜欢看话剧，还有就是非常喜欢养猫猫狗狗。对，爱宠物是吧？家里有几只猫、几只狗？有一只泰迪，还有一只金毛。金毛是我捡到的，流浪狗是吧？哦，很有爱心。猫猫呢？猫猫是养了很多年，后来去世了。哦，哎，她是一个很有爱心的可爱的女孩。而且她的微信上面，我一直发现她除了自己就是猫猫狗狗。现在还没有人来照顾你吗？还没有找到，是吧？但是我想这个有爱心的女孩肯定会找到她的意中人的白马王子的啊。好，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段什么呢？是《西游记》里面的那个天竺少女。是谁送你来到我身边？是那圆圆的明月，明月，是那明媚的蓝天，是那明媚的蓝天，是那明媚的蓝天，蓝天。我愿用那充满着纯情的心愿，深深地把你爱恋，爱恋。沙里哇沙里哇，沙里哇沙里哇。今天真的很感谢啊，辛博还有我们上海评弹团的5朵金花做客我们戏剧大舞台，让我们近距离的了解了他们是知性美丽的，同时也是努力执着的。是的，他们肩上的担子很重，我觉得他们正在也即将成为我们书台上的一代中坚力量。
他们是有压力的，他们是有辛苦的，但是他们是有梦想的一代人。我想有梦想就好，有梦想，我们的事业就有希望。对，哎，辛博说的太好了，在这儿呢，我们也衷心的祝福他们能够带着自己的梦想，带着自己热爱的事业继续前行，好不好？再次掌声祝福你们。好，也感谢大家观看我们今天的戏剧大舞台，我们一起和大家说一声再见，再见。